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CV Channel。今次就帶大家搭香港嘅傳統交通工具叮叮。我哋參加咗電車全景遊，期間呢，佢都會同迪士尼 Duffy 合作，可以同一班迪士尼朋友一齊坐叮叮，真係十分之有趣。佢哋呢亦都會送啲特色紀念品，有叮叮糖啦，有特別版嘅車票，仲有呢一張明信片，去俾大家呢寄明信片俾你嘅朋友仔嘅。我哋都帶埋一家大細出嚟認識下香港嘅文化，搭叮叮。外籍嘅朋友亦都可以用翻譯機。一開始我哋由上環出發嚟到西港城，之後呢就兜翻轉頭去到中環街市，我哋就繼續前往皇后像廣場，嗰度就會發現有二戰痕跡嘅終審法院，旁邊亦都有好似刀鋒設計嘅中銀大廈。經過金鐘廊就嚟到循道衛理大廈，經過和昌大押之後就會嚟到喜帖街。我哋終於嚟到灣仔啦，嗰度亦都會見到英皇集團中心，而前邊好快就會嚟到鵝頸橋啦。嚟到銅鑼灣嘅位置就會轉右，可以見到時代廣場同埋唐詩詠開嘅麵包鋪，而前面亦都去到木球會。之後呢，就會嚟到跑馬地總站稍作休息，最後經過香港首間專為華人醫生而設嘅養和醫院，我哋就開始回程啦。經過醫館之後，又翻返去 Sogo 嗰邊。然之後呢，去過呢個特色嘅圓形橋之後，我哋就到達終點站落車啦。全程搭咗個幾鐘，吹下風真係抵玩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